Itsuki 嘅天然水質素，今日同大家介紹翻嗱，萬寧都有賣㗎，係日本製嘅通血產品，針對翻三高人士啦、手術後同埋腦後遺嘅人士嘅。咁 Itsuki 嘅天然水質素係咩水質素咧？喂，聽到水質好驚啊！哇，又吸血又嘔心咁樣。其實咧，水質素係一種由水質嘅唾液中提取嘅多肽，主要成分係蛋白質，有效並且特異性嘅阻凝血作用，可以直接抑壓凝血酶嘅功能嘅。但係留意翻啊，唔係條水質都吸血㗎，有啲咧淨係食浮游生物啫。好似我手上呢一種由日本醫籍提取嘅水質素，根據各大嘅中醫藥典記載啊，阻止血液凝固先係勁嘢啊嘛。咁我到底係點樣服用呢個水質素嚟通血咧？嗱，好似我哋啲地產代理咁，成日要應酬，大魚大肉，煙酒過多，好易有三高嘅情況出現嘅。除咗年紀又大啦嚇，新陳代謝又慢咗，咁血管流通不暢順，氣促、頭暈，跟住手腳麻痹等等啦，好似好嚴重咁樣。就算你平時食得好清淡啊，咁咧都有三高嘅情況出現嘅，因為啲營養師淨係叫你控制飲食啊，咁啊淨係可以減少咗2成嘅血管垃圾，咁啊另外8成咧係自己身體啊自己產生嘅垃圾無法避免嘅，而呢隻咧Itsuki嘅水質素咧可以深入呢個血管嘅內壁，將你積聚喺多年嘅油脂全部帶走啊！有別於一般嘅通血產品啊，淨係掃走你表面嘅血管垃圾。嗱，呢隻咧做到真正幫你通血管啊！另外加入3大嘅通血成分：1. 納豆激酶啊，促進呢個血液嘅循環；第2，白藜蘆醇啊，保護呢個心血管；第3，三七，清除血管中嘅垃圾。日本醫籍水質素咧，經過呢個科研嘅認證啊，溶解呢個凝血功能咧係強效嘅。咁啊，而水質素嘅抗凝血單位咧，我哋叫 ATU， 高嘅 ATU 咧，咁啊抗凝血嘅能力梗係強啦。但係你要留意翻啊，唔係個人咧喺個都適合呢個高 ATU 啊。有研究指出，安全範圍咧係80同埋120 ATU， 而我手上呢一隻咧就係啱啱冇 ATU 110，咁啊啱晒大家 fit 晒啦，仲要 Make in Japan 添。通過呢個日本 JFRL 同埋香港 STC 嘅安全驗證，而且萬寧上晒架，所以安心食用嘅。哇，咁啊點樣食咧？嗱，作為保健產品咧，早上起身每日2粒，咁啊有效改善翻個血管壁啊，同埋血管嘅彈性啦，咁啊改善翻個微循環，等到血管流通啲，有效逆轉啊，同埋呢個預防心血管造成嘅健康風險。咁啊唔少真實嘅用家咧都覺得比之前嘅通血產品好嘅，回購率都非常之高啊！有興趣嘅朋友仔，依家萬寧咧做緊限時優惠啊，可以點擊我嘅下邊資訊欄，仲有日本嘅水質素 NMN 嘅萬寧現金券，共減400蚊啊！